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探讨100-200年前，台湾人南在条送家己的囝弟来读汉学啊，真侪拢会读到这本《释时贤文》，这古早台语的知识册。释时就是讲早前往昔，往昔的后人先人所写的文句，甲集做一本册。释时贤文内底头一句就讲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。啊对，有影。古早的知识咱爱捡啥？捡讲吼头一句国情要讲世上无难事，倒来心不专。即马较流行一句话讲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意思要挖，这个心肝你拿呢食这碗汁，做这道你也怨叹，做迄道你也怨叹，绝对无出路，绝对袂发挥。咱宁可去捡古早台湾人的言语，讲戏边卡徛古人的世上无难事。原因就是因为你无专心，代志才会困难。啊，你若肯专心呢，有心做牛免惊无犁通拖。你讲国情啊，现代人啥物人要做牛？毋是啦，这个比拼。当然，真侪俗语吼，时代咧转变，咱即马吼都毋捌看过牛咧拖犁，莫怪讲即句话较袂体会。毋过咧比拼，咧形容啥？形容讲你若肯专心，世上决定无难事。释时贤文讲了，遮尔有内涵。讲了遮尔有意思，搁来第二句，国情要用汉文的角度，就你互相来分析甲探讨。同款，原来解说起来，意思要挖。即句讲流灵传色，积雨沉船。流土白话咧讲的，对啦。原来有人讲草蛇啊啦，咱知影讲戏班艺界的人，有诶无爱讲迄字，就是讲蛇啦。蛇流，在咱生活中咧讲一句撇话，毋过即当阵。咱即句汉文内底所讲的溜，是另外别种的意思哦，完全无牵连哦。啥做溜？正汉文的解说就是讲，银钱滴落来的雨水，银钱滴落来这雨水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一冬、两冬、三冬，到有一天，雨水拍着石头互你拍床骨、拍头骨，敢有影？这就是头拄我咧讲迄句，世上无难事，倒来心不专啊。的确是安尼。过来后壁即句讲积雨沉船，即个船汉文音，就是讲姑苏生话汉山诗，夜半钟声倒客船。咱读诗句的时阵，读汉文音，则读即个船。雨水积伫咧船顶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这水若伤过重的时阵，砰一下，规只船会沉落。所以释时贤文较早咧教咱遮台湾人的主题，教做人的道理。教人生的言语，确实，咱经过100-200冬，重新提出来溜，原来会当学着足侪，伊内底至精至美的学问甲内涵，你甲讲看有影无？古今会招你继续研究，来体会释时贤文伊上甲艺术的所在。